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嘅福喜來呢個節目。那大家來問一下哦，大家煮菜嘅時節啦，係咩從頭要用頭油？因為吼用到頭油，咪知道哇，個色好正，啊味水又變到很好好，所以大家會知哦，那頭油度嘅你熱鬆嘅生發地度啊，你做得個當熱度咪適度。不過大家要想過頭油係用人做嘅，又係講用人來托一個。好解頭油吼，所以你見家家都非常理解，類比是類似兩攤解，網頭油咬人正價錢先生分享。羅小姐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阿爸頭油正價錢，今日有啲機會來新聞提沙，新聞特沙。分享理解，正係講可能你正係個當小容小秘密吼，我可能佢基本嘢吼，佢咧哇氣色吼。佢咧當紅還是上個係咩廠是一家冇下嘅頭油，你冇下嘅頭油廠是一家做嘅嘛？吼，全部係。吼，你是佢咧當安心嘅嘛？吼，仲咪話安樣講咧？吼，一開始เรา大家都分享吼，就先安樣嘅。你吼，上次剪卵就用啲頭油，剪頭髮用啲頭油，炒凍豆菜用啲頭油，吼，都用。上次是紅肉用頭油，嘅十青菜又換頭油，吼，你係蘿蔔咪是都當到頭油，頭油對你班人來講，就得講。總得少解種嘅呢種醬料，咁個大家可能唔知，其實頭油嘅學問非常嘅多，所以今日咧大家咧少解頭油嘅學問，唔單係咁樣，同大家咧好好學，而講好解頭油。我發現我喺度解買頭油，仲係唔對容易買，我是看到我要看過兩排，我是拿走咧，所以一開始都問下，大家可能唔知哦，頭油有烏頭、嗱黃頭。唔過你煮嘅係黃頭頭油，就係烏頭頭油，大家可能冇詳細去看咯。到底烏頭頭油，嗱黃頭嘅頭油要乜嘅冇強肉？其實差唔多強肉，是講一般人來講啊，因為烏頭佢嘅含嚟蛋白質啊，吼，嘅量合高啲嗰啲。係，唔過因黃頭嘅頭油是因為要加小麥，吼，佢嘅香度是會合高。所以其實是以來看個人習慣，係就咁。咁係咩要乜嘅好甘甜，乜嘅好香味。哦，嗰是講你做嘅過程。哦，有啲人可能是做嘅時間唔辣，有啲人嚟可能係化學頭油，所以佢嘅香度是冇係真實嚟按做下來嘅味道啦。咁係咩黃頭嘅頭油係講？算當認真而做，好好嚟做，至少嘅烏頭頭油啦，黃頭頭油，佢當因為講烏頭好香，係冇？就是咩烏頭好甜，烏頭好甜，啊黃頭好香，香。哦，所以其實是原料冇強，咁個係講好好做，都係好嘅頭油。一般嚟講係咁樣嘅。今日問一下，大家要發現喎，特別而買頭油嘅時，頭油嘅色。冇買強肉係啊！你買些咪遲到，我哋咪色冇強肉，咪要樣驚驚嘅，對唔對？用英講嘅色咪冇強肉。假是講烏頭頭油，佢嘅烏頭佢本身嚟嘅皮啊，要花青素，所以佢做嘅過程佢會合烏頭啊。哦，按一般強用天然嚟做法嚟講，其實佢做得透光。哦。你講黑豆也黃頭，做出來係天然嚟東西，佢做得透光啦。你阿當場啦，你阿意思係嘛？就是你那一個頭油到你嘅面前，你用你去超市做的，你用該火去找，就是我們的手機係講要該手電筒，你要去找下係講叫透光，你是好好。就咁。哦，佢喺烏色咁個透光就好 ，OK， 所以。你還是色又淺又深，是因為來自於原料，係就咁，還有做的過程。不過因啲啊化學頭油，佢本身出來加是冇味冇水，佢是該會加添醬色。個醬色一般來講是化學嘅，所以你講下照下個佢唔會透光。所以係講照呢個向前表現。賣頭油嘅時候，大家要知哦，係講你看到都霧當天係講標示冇寫清楚，你用該天火去照一下，係講你看到佢會透光、透光，你心肝就是好安心，是好唔係化學嘅。就咁。該提講你啱講到我心驚驚，你講到化學頭油，因為你對化學冇按了解，你講到化學頭油，大家是咪知道該馬啥講事？其實你唔是咁啦，是講。醫學上佢咪要講幾個道理啦，是講國家咪要佢填幾一定嘅標準，佢有幾個標準啦，是講你
镊杂墨草果叫标准，其实是讲很系标准内啦。哦，啊是讲你是有两种疑虑么？哦，唔敢讲，编辑生咪唔敢同你讲，哦，佢咪唔敢讲。你认为系失恋，人会错安来骗？佢意思咪唔敢报警。当然系安样讲，因为吼讲实在话啦。你讲物嘅东西，你是吸毒最毒，吸毒最毒是吸毒性体地毒，所以你心嘛，家系你自家嘅先测。不过当然，政府为把关嘛，佢一定嘅标准度该，所以都是合法的。比如讲，你是最烟味。最简单、最顺的，该系你自家嘅先测。冇錯，不過，我哋大家都問一下，到底乜嘅係化學調油？哦，你特色報告是講，因為網條，吼，經過嘅染酸，吼，去強烈去落去化解佢嘅蛋白質，吼，佢出來就因講係氨基酸啦，哦，啊，你用染酸去3日。到7日是做得的，安家，按手工慢慢的做，你按其實當到醃雜咪按做，提燒還有一170日啦。半年。你按時漲多咯，不過人講啊，佢係化學調酒用染酸係強酸去分解，但佢做出來後，佢還有係10個種碱啦，佢落去中火，中火出來。是有產生一種很多單氯丙二醇來化學嘅物質。掠下佢兩種嘅東西是係一種化學嘅調酒嘅提標準嘅數據啦。是。你手工嘅調酒驗唔出兩種嘅東西。嗱，你簡單到大家都講。其實佢很係網條去做嘅，所以大家冇話到化學是唔係網條，佢很係網條。不過做嘅過程嘅手法，手法冇強濃，是變成係幫佢自然，好慢慢去攪嘅，就不是自然，然後慢慢去釀造。佢可能3天上面嘅時間就可以速成，佢產生的那個物質是在標準以下，所以很係做得實嘅。不過你到底是化學調油來順。去攪嘅，嗰是自家嘅先測。你是講成本來考量嘛？成本。按一關佢快速做下來，你現代化嘛，繞口係是快速，成本會低，你是按個則嘅選擇。因講適合好保養身啊，養生，是適量下好嘅，下順來。你看，然後佢講你是照嘅時間有冇？你那得調敷，調辦係80。照一些維有完美，面前一隻拍條褲哦，該用時嘅洗頭哦，是真的好解條褲，第一用啲解烏條油容易哦，很動向，很單純的食物，可是一個很好的味道，都好解味水。那今天很多問題，我舉手發問，卡手一下，到底我以賣條油是我用因啲佢係順腳嘅，佢係挑火嘅，佢係白學嘅。托調酒啊，其實有7種方面啦。第一，聽講係看佢嘅外表，看外表，看外表，佢係色水，你看就醬麼？有醬麼？調酒從係霧味啦，對，霧味。聽人講係，是講我是用嘅火。手電筒也都去撐一下，看一下要調光嗎？佢做得透光麼？呢一方面，還有酸嚟調酒，佢就該關環境該位，也係該침帶為咗침帶係沉澱物，你係酸嚟，你係第2項嘛，第3項那個繞一下，佢係泡沫，為凍豆麼？為下太糟麼？下油。因酸嚟調酒係泡沫會凍豆，油凍細粒，油久久唔會散。你一成按分別。其實還有凍豆嘅技巧，到秘訣度地圖。我睇過會先簡單來講，其實你係嘅最重要是係看佢嘅標示啦，佢嘅標示為啥？你等下就來講個，睇過先講到3個凍重要嘅技巧，那你來看一下色。色看過嘅佢咧就咧看用火魚撐為透光麼，對不對？透光是好嘛，第三是那個繞看佢有沉澱物麼，有沉澱物咪做得繞看佢有泡麼，泡係講係細泡，叫唔會散。係好嘅調油。
甲航班伊袂看到，根本有看电视甲乡亲朋友，航班去到甲操死卖体育的时间袂当到你的乡亲朋友都甲操死，那是vai大家当下都甲绕甲体育讲，系冇是那个手机甲服去厂，甚至有体育讲无？我大家所以讲，有个航班又蛮奇怪，不过大家有啲第一阵是系。你讲专家卖体育嘅专家嘅方式吼，就是讲，他有先个做得种安个标准，冇错，做得先下好嘅体育啦。冇错哈，还有当到嘅地区啦，大家咧分享，你等下再来讲。好。因为东方伊就在绕墙类似两摊界，你讲哇，网头头有咬人打人，来到节目地度啦，大家都了解。其实讲实在话吼，头有界地是非常界多吼，非常界专业，系冇因为讲哇有按到界研究。根本伊拉大家咧分享，因为讲个地区有地有清，是啦大家咧讲，其实头有系吸毒性的毒，而且好界头有还系非常界重要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做咩样讲？因为你食头油嘅比例挺高咧，就这样，他讲切红丝啦，哈，真是系咩？但你都为5度好食到头油，你都攞杯串烫，但用出来炒出来冇一红，冇头油，多多少少都有哈。啊，我自家买头油，我嘅经验系安样，相差多多，好跟梅水好。刚修好模也差很多，很奇怪哈。不过今时到大家咧，一开始先到大家讲，伊攞杯卖头就最起码要卖到好嘅平均，啊，口味是看自家咧。好，先生又讲到吼，你上团节目又讲到，其实也是这，其实头油嘅标示很重要。对不对？你要看它的标示。政府就规定讲，你有标物件，你就做物件，你所原本写出来。写出来。哎。哈，所以可能讲有写物件当重要。就这样。还有假签。哎，假签是一只心理因素啦。哦。这就影响，你还用会按贵，你还有按便宜。当然差别有的是差几克而已。26克让28克是算的，26克到300克是差多。就这样，嘿，所以我改性干度很凶，我这个品质好，我生那贵也是错的，贵可能品质是好。其实贵成本就是贵在成本嘛。就这样，那成本就是时间嘛。系咩样讲？就这样，你看现代化咩讲了没？全部讲时间、效率。你想看嘛？你想看嘛？你是讲投入180你想做好去讲，但系上你是做好去讲。你可能投入的人力、时间、金钱，跟新闻是冇强了。好，你看，大哥你其实。很动维修诶，从也挨都爱讲诶，是吧？动宠，我觉得我快要变代言人了，有冇推原因？还有在动宠啊，台高，我们听说讲到一件事情哈，你动好是豆腐，好豆类制品动宠啦，尤其是再改因是豆类的东西有动到，豆有听说诶，所以基因改造啦，非基因改造特别要注意，有冇？有，基因改造是因为美国一只公司啊，哈，佢为了该应该农作物变到有抵抗力，变到产量下多，其实用佢嘅应讲嘅 DNA 啊，伊都去修改，所以变到佢嘅产量，都佢嘅抵抗力下强，所以农民嘅收入是会下多啊。不过你按改变了因嚟生态，到底错还唔错？你下两派人啊，充满有佢嘅讲法啦，是讲。天然的东西，像按食东西可能，食东西啊，你下让天你来食西瓜是唔错嘞，你天时来青冬瓜蟹，唔系青个芒果蟹是还唔错，食东西啊，对身体对应讲天理物循的循环啊。早起来循环做是错。我係知道人類來到呢個世界，來到呢個地球是係來破壞嘅，因為可能科技嘅發展，你慾望的追求，動到，比如你喜悅是到精緻，錯嗎？然後又要追求色香味俱全，然後經濟發展，然後呢可能又
因为安用改发台就不懂得珍惜食物，所以是为从台购讲呢，你说到底好或是不好，因为夯到最尾，你看又会回到最过去，台不改农业杀肥的时间，某很多东西好食的时间，该东西嘛该东西都会最好诶，米未最好改，好台未最好改，原料最简单的，该东西出嘛该菜，你是先嘛该菜，出嘛该挂，是先嘛该挂，好，我想都系某水底下好像要去背逆那个原理，对不对？哈，一年四季，一年四季都是得到，所以你要写家下台过讲的。不过其实像前面有可能会想讲，该爱用该晒，其实也唔是用该晒吼，说尽量去看一些东西，比如讲该馆当都有可能会写哦，你要头系非基因改造，你感谢，该你是肾上腺机，你是做的是到非基因改造改头油，做这样讲什么？做得。你要是讲政府就跪田业，咱们就找咱跪田来做啦，是讲你要动到肌肉的蛇，其他下辈就蛇个就热带啊、台带个嘛，化学啊、名啊，开始莫去都几咸嘛，基因改造咯，非基因改造是讲看国人啦，是讲就到业杂去动，唔管单单系调就其他的豆类食品。今日会写，我系用非基因改造啊，两因是上线机，所以其实可以类是消费者自家都选择哈，咁个当体都会写到咪咪细细。还有一种是系讲，基本嘅老大家来讲是讲，除了你要先好嘅调油，调油每部分都到等级，做这样讲嘛，所以基本嘅你现场看到东到嘅泰国大类嘅调油，搭管都非常嘅酱，你包装包到暗酱，我根本就舍不得用啊！你这个包装到这样，你系讲小那类，咪嘅炒菜炒，我想讲暗酱排谁捞去打开来有冇？你做到暗酱，不过香港泰国呢個調油有一罐調油係貼片，用呢個菜體嘅小農類似兩灘嘅小農自家種嘅網條，非基因改造嘅網條做嘅係嘛？係咩食雞罐？特色報告咧，頂級之鑽有一罐啦，嗬。哦。我講很多頂級嘅物件咧，是係希望按落去嘅口味，落去嘅品質做到頂級去啦，啱嘅意思。佢嘅原料網條係按該品質農會支持嘅農民，而落去種出來。你網條嘅種係按農改場。而改良出來改非基改網條，你當農民去用有機嘅環境下去落去耕種出來啊，所以佢動容性。你目前係品質去供熟嘅伴手禮啊，古田嘅伴手禮，你咪大概正期土產時嘅伴手禮啊，嘅機會啦，凍長。我覺得聽起來，大家為起到某嘛改成啲宣傳用，其實我聽了很感動嘅，因為你會想嘅農民去按辛苦做一樣東西，你講佢曬日頭然後嘛改對不對？哈，做農啊，做一樣改網條，你好可以攞去用，好可以用啲花好多改簽，其實也係對農民改支持，也係對環境改支持。係啊，所以我是講客台膽嚟講啦，支持按誰支持按在地嘅農民，按你聽人主經驗嚟講，農民。耕種本來是動辛苦，人家種米講實冇利潤啦，是做就好些，所以記得天氣耕作家是來做網條，你要農會咪輔導記得農民來耕種啲高經濟嘅作物啦，當然佢新本事有下高，不過因為支持農民。其實大哥講，台東來講賣啲調油是按用嘅調油。係支持小農，其實也是支持環境，對不對？哈，你其實環境該保護，香港從來沒對你身體好好，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善循環。好，我覺得它是一個善循環，所以我免簽哈，父母嘅時間冇法度動專心，因為我的鼻子已經皮到調油該香味。泰國問講，你這樣就聞得到，你又是皮得到。我想喺可能係等一代做呢，所以我冇感覺。沒有，因為哈，因為用音調，因為就是伙伴啲貼片那而家世界豆腐，然後你要是係欣賞應該頂好香啊！從以前嘅炸雞形容嘛，唔好意思，炸雞很香，很香，凍香。老大家講，我唔係做美食節目，所以咧我唔是特別講哇怎麼樣？可是剛才不用到我偷切的時間其實還很遠，我就一直聞到佢嘅香味。你係那天然的味道哦。真的很香。
做的时间超过500日呢。所以我了只豆腐嘅豆油係超過500日嘅豆油。係，你來試試看一啲。但係佢竟講你日日都試試看一啲。我攏講了豆腐可能係頂級嘅豆腐，不過豆油係頂級嘅豆油，試看看。甘甜，又甘甜哈，因為是香，香嘅程度剛剛好，就是因為甜香，因為是香，然後又甘甜，又一些回甘的感覺，感覺。但是好像用啲配上嘅用，這會讓我想到頭擺豆腐蝦係講洗澡嘅時節，你客家人會做糜。眼前會不用拍豆腐，家下爸爸媽媽都凍慣，會不用掉豆油，你就覺得那是一個最純粹、最天然，吃起來最舒服的。簡單又豐富又韌柔。我才說我係美食節目，唔是講到安用嘅，因為我是真心有安用嘅感覺，所以用安用嘅豆油，我覺得是支持環境、支持小農，對不對？走線絲哈，走線絲咪食蚵仔都是要咧，飯稍煮出來，啉到豆油，啉到豬油，個凍香水啊！大家想看，你係講食盤嘅啉豬油，聽出來，加安用嘅豆油上有香氣，係唔係？所以之前嘅豆油凍好啊，含有荷包蛋，現在亂表安個豆油，我講你煎荷包蛋，個豆油唔好食，佢隻心情都唔好，真是蠻容易。哇，那講到講到食嘅，其實加豆油，我好像整個氣氛都不一樣吼。所以講，而家好嘅豆油會本嘅菜梅水加分動度吼，還有嘛嘅精彩嘅故事吼，你想大家聊下，你等下陣再嚟講。上段節目講到食東西用豆油，好嘅豆油本伊加分動到性情變動好，好嘅豆油會知道，因為基本上係冇梅冇水吼，所以有時係老大家來分享。咁講啲節目老大家來講吼，豆油嘅重要性吼，用伊來買一個好嘅豆油，比如炒些些，佢要調膏麼，繞啊，要沉澱物麼，要沉澱物係好，要泡麼，泡咪當重要咗嘛，哦，佢嘅色，有時你睇過教你，咁個睇過基本佢當浸掉喎，佢貼起來。第一種字來俾大家來分享吼，用一次，你乜嘅字，睇講你係咪大家變咩？大家話到係乜嘅變咩？大家看下吼，也係愛嘅品酒啊吼，都該特別是嘅花博嘅農民市集嘅位，都該擺攤來賣愛嘅豆酒。結果特別是農會臨時去落去處檢嘛，土質嘿，去檢查講看呢東西品質度樣辦哦。我講，佢就打電話講，我講唔怕，佢愛麥緊是本佢處，原來講係水菜佢處，結果出來後，2禮拜後，你報告出來，各位你也看到兩種紙，寫你嘅報告，有看到冇？佢嘅檢驗結果全部係冇檢出，是因為冇標，佢哋全部係化學嘅各項嘅原料佢有標膜啦，佢係檢驗出來時冇檢出嘛。我有個感覺，我有隻感受，你當場嘛揀啲嘛，你當場嘅串燙有冇？係講要掛個米其林嘅標示嘅時間有冇？大家是咪講其實還好啊，哪有什麼米其林？可是你如果覺得好食，又是表示講，它一直都維持在那個地步，它不是只有禮拜1好吃，禮拜2不好吃，擺上好食，下晝也有唔好食。意思是係講，你頭油你隨時都做嚟處檢，我們是提醒你好，我貴年頭大都維持按用個標準。按是講按照800幾個標準，去做人出來，所以全部照起來標準啦，按工廠面都填一隻 SOP， 所以你馬上來做，照按個方式做，是做出按個頭油。好，你是係當有磁性嘅意思啦，乜都唔講啦，後睇過去，佢咪一個竹筒送去幫你檢驗哦，那係檢驗，都有磁性哦。你是係新粉嘅部分，唔過糖講你一做豆油嘅過程，你講是800生意其實非常嘅複雜，睇講要大堆短嘅短片吼，時時兩秒嘅短片，你強下來看下睇過大堆嘅短片，到底嚟做嘅
投入個歌唱系原因，向下來看下，因為麻煩特生。係啊，大家有看到，你啊，大家有看到該做嘅啊，投入個歌唱，其實原因講事件，吼，其實要動到細節度地度。哦，然後大家分享應該短片時，然後大家來講，其實我們要珍惜這個過程，對不對？我看好多的豆子，然後你看還要先分類，有冇？對不對？哇，這個共凍豆啦，共凍豆，很要監督，對不對？就爸爸講就講共凍，不過吼也唔會講凍複雜，簡單做，吼踏踏實實去做，所以做出好嘅東西出來。是，所以大家有講到你講找爸爸嘅技術，好嗎？好，然後踏實的做，所以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故事，就你今天為行你投入兩條路，其實老爸爸都有關係。因為爸爸該東西當然老一屆日本阿婆學。我講爸爸細個吼，甲表恁啥是第一張日本阿婆啦。機會做調酒，落去日本嘅調酒嘅做法是教出來。爸爸有當後對該是天然上就那種有興趣，有興趣，其實落去學行來技行來啦。部門台咧，其實有機會落來調酒嘅台廠去做。佢做㗎，其實順頭順尾啊，當日下班後，機會順頭順尾，隨田落去灌剔，冇俾佢浪費。結果本董事長嘅媽媽看到，怎麼這麼像連續劇啊？從你戲劇形容啊，你睇下戲劇。其實咯，董事長講啊，講你咱講你注意下。董事長是婆婆去看啊，去檢去看觀察佢啦。當日真是這樣哦，所以其實請佢來講，你當日用體系每做，體表每做攏愛當水當火，講佢啲工廠係你啊，愛來有機會，幫愛落來做，愛好好。珍惜呢隻機會啊！我上挑家咯，攞你嘅工廠做好，你下班咧水要流，喺度動睇，保姆關同你關睇，咪攞挑家省啊！挑家就講咁樣做得，所以其實開始來配裝機，各則部門去做。當然爸爸全部做過啲啦，所以佢當家是上手咧，是去做咧。叫我做嘅過程。爸爸全部了解後，其實感覺講，你嘅調酒要下時間，我是找我以前嘅經驗來讓你偷偷修改一下。修改了2張禮拜後，其實門廠長啊，我爸是門廠長，你嘅調酒幫我改聽啲麼？你這個就是連續開個劇情啊！你這個是連續劇情，這不是真的。沒真是啊！廠長是嚇到啊，夾就攞董事長報告。董事長是啲講，鄭貴府，你來弄來改我嘅調酒。冇錯，戲劇走到厲害，所以董事長咪非常改，因為你竟然偷動我的叫你愛啲秘方，你愛配方係愛爸留下來啊，你都愛改。叫其實我爸就講，咁要好啊，唔好，你攞以前嚟攞厲害調酒，拿來發揚。做得做唔得，讓來罵愛。董事長是向發揚師來發揚，結果口味又下好又下香，上行來新本又下省，用做一批做得上架白金嚟的網頭，又敢用5兆幾嚟，所以講按照我爸爸咁樣做得，開始就嗰度去新行來做產品嚟建立。是一路行到厲下，然後保命一接爸爸嘅。沒有，爸爸其實對調酒動就心，退休後啊，佢啊。當日時來講，以前董事長咪講，你嘅技術做得出去做咧啊，其實有則心事吼，係啊，咁董事長就按照我做得出去做咧，咁我用冇機會來做一隻開一隻公司來做本特色寫啲好嘅東西，慢慢咧歲數啊到咧啊，身體啊起咧。我也看到因為媽媽生咗佢嘛，我就講公司有多好，有隻太變通啊，我是食該食來退休啊，來講來做，落去陪伴佢啦，聽人佢照顧佢啦，叫佢當日同你講食嘅調酒，因為那已經是他的靈魂了，佢對呢件事情嘅喜好，佢對呢件事情嘅
就是执着做，然后已经完全轻易到去甲心灌堵咧。係啊，所以講佢就當我講，將嗰啲啊技術嚇，你都唔學行來啊，我是大陸灌出去咯。係，所以其實你看啲故事，我睇到好好咧，訪問啲正嘅睇過吼，然後攞去寫到一連續劇，連續劇嘅劇情非常嘅感動你。其實啲是係寶妹睇過用為，然後用嘅技術傳承下來，就要講阿爸嘅投入，是爸爸嘅技術傳承下來嘅精神。做下來後，我是經到特色講，你係爸爸嘅投入啊，所以我就攞去按度講阿爸嘅投入。冇錯，所以啲是你今日大家都分享嘅，唔過吼，因為節目行動夾出1-2分鐘哦，準備攞問一下，你投入到底係用嚟保孫？好，係我攞特色報告下，攞主持人報告下，你嚟投入。孫來投入，吼，唔係單單講我講哦，從你做好後啊，一天落去變變相，打開咗個後，打開咗後，一天變變相，因為因為你投入冇防腐劑啊，冇錯，係冇防腐劑，所以你一條係變該變相去，該所以我都當袂出門寫。快復後，低溫保存啦。因為都當到媽媽，因為佢都為到放片來煮菜，所以煮菜嘅時間當管食，會變到牙齒落酸頭。該掃是電動唔好，錯嗎？佢為本佢底部，投入嘅釀造過程，佢係用微生物。佢微生物係抑菌。所以佢調味煮家嘅過程是都佢醃下來咧。你炸本佢。吸到外背嘅空氣溫度，佢為落去很香紅來，所以佢為十個喺度再度發酵。不過特色冇驚，看到佢啪啪一聲架，落去流體是好咧。流體是好咧。不過所以其實講到你阿老大家咧講嘅是係，反正你用投入嘅時間快在快過後，家家落去用得家家變醃起來，變到變相來，然後切對冇變到牙齒露酸頭啦。還有注意解。鈣質酸頭出好出燥，係冇會稍稍會發霉，吼是安樣嘅。所以你一時你今日老強睇個貼片度兩盤來到兩邊，然後大家來分享，用於來讀投入，用於來保孫投入，吼。希望講你大家做啲好好嘅記起是好嘅投入，咁非常嘅感謝來到兩邊，好用啲會直接來。好，所以家鄉親朋友聽。是麼好，聽你下來咧，你所有家鄉親朋友下來做運動了。仲係福喜來呢個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來呢個免費聽站，喺度體驗啲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，讓呢個影片咧分享出去哦，感謝大家。